啊，仁义礼智，就是讲袂学袂讲话，咱常咧看讲会客套话，若讲伤济合拍你讲出来毋是实个，这个是实。仁义。咱若咧客套话讲伤济时阵，有当时你正经讲真诶代志有当时讲遐白讲你到底是讲真来讲假，你搁顶讲一来。无咱捌拄着迄个人敢若做爱讲笑诶，有当时拢甲咱讲迄个33年外，正经有代志，伊咧甲咱讲诶时阵，咱嘛还佫想奇怪，伊是咧讲笑诶，还是真诶？会佫甲伊问一下，你到底是咧讲真来讲笑？所以呢，变成着啥？妄语，就是咧客套话、低语诶话讲伤济，有当时会安怎变成无信去啊？你感觉？互人对伊诶迄个信用度佫对啊讲，对啊讲，煞拍歹着伊诶信，伊即个信用敢若袂输叫拍歹嘛？咱诶信用是咱诶啥？是无价之宝呢。较无咱若一个人若去甲银行借钱，尤其是真诶少年来办咧信用卡，你若是有去甲伊开钱开歹也无甲伊还我甲你讲，你后摆要搁办第二张诶信用卡，你办袂过。为什么伊拢连线？结果你若申请要办信用卡，伊就甲伊啥讲啥？你迄个信义三回，你就袂通过啊。所以呢，甲因讲即个信就是咱无形的财产。所以呢，甲因讲袂使妄语啦，不妄语越信啦，然后呢，不酒肉越智啦，就是讲因为安怎？人讲酒，若食落的时阵安怎？会去酒醉无大事啊，会无智慧啊，酒醉无大事，会无智慧的时阵安怎？就会啥？无着即个良心，会爽着良心啊。所以呢，伫即个世界道写营，即个写营就是讲无正确、无正确、无善的即个思想条件有啊。所以呢，即个世界就是讲叫咱保持即个界，就是咧保护咱，因为甲咱保护到遮，讲你若是超过，就是有危险。所以呢，咱来讲世界道写营就是讲会当使咱呢，因为有即个界规，甲咱规范，所以歹的思想交行为，咱着等于讲歹的思想交行为，你若要犯过，安尼就去甲咱保护条的、规条的，安尼就对啦。所以呢，即个概念就是保护的意思啦。那么呢，后壁呢，咱来看第六，忍辱度清规啦。各位先生，忍好无？忍好无？好，会痛苦无？会痛苦。忍足痛苦的嘛？明明要安怎，叫我就忍起来，足痛苦。所以这个忍呢，就是一个咱插伫咱的心脏，安尼有痛苦无？有啊。所以忍足痛苦，甲咱讲咱呢讲，咱一个人若是讲一直忍，逐项代志拢忍掉，
人代志啦，我即大面，吼、是君主，坚忍为何结？但是呢，这种还不是最高的境界，咱爱做达到这个啥化境，哦，啊，若是我都能达到这个化境呢，就咱讲的讲无心法境啦。我浅浅这个无心法境，啥物意思？看字就好啊。毋免生，毋免强忍，也毋免忍，自然呢会当甲伊化掉，所以也毋免咱若有法度达到化忍根本就毋免即个，即个生忍标法忍啊，即个忍忍忍，即个就是生忍，即个就是法忍。如果若有法度达到化忍的话，你根本就毋免生忍，还是毋免法忍。法忍是我暂时的尔。我哩一条路开去，我家己心情较轻松，但是爱有法度通要从这修分甲伊化掉，所以这才是叫做化境，才是叫做化境，所以呢，讲化境呢，若有法度达到化境的境界，就是无生法境啊，已经无生法境啊，所以呢，这也就是甲伊讲忍辱，忍辱呢会当度这个亲。那么这个亲呢，叫做啥？这个亲就是表现伫这个外口受气。迄闽南海事情话，若讲凊头
买快乐，哦，有钱的人敢一定会快乐？有钱的人敢有快乐？无一定啊。有钱了，若看见金光大量咧追捕即只啥恶龙，有无？即只恶龙哦，即只恶龙，竟然敢咧追捕追高阳，追一世纪，一直叫，叫到伫龙山，叫到伫阿里山去啊，正咧追捕即只恶龙。那么即只恶龙拢找啥？敢拢找咱这善良人啊？无啊，拢是咧找遐好野人的头家啊，拢是咧找遐少公啊，遐好野人囝，迄个绑票一份1000万啊，迄个赚较紧啊。所以有钱无一定会当得到快乐呢，伊嘛足惊行，伊嘛惊讲人有一天吼，毋知会找着伊咧。所以有钱无一定会快乐。那么呢，咱同学就来讲一个讲买快乐，就是讲过去呢有一个行者，就是有一个师傅来到伊即个庄头，伊要度化即个庄头。但是大家拢知影，即个师傅的神通广大，所以足侪人拢摕钱要去求即个师傅吼，来教功夫就对啦。那么其中有一个冤家真侪钱，伊满了真侪钱，要去啥学功夫啦？因为伊讲我若来师傅一定会足欢喜，甲我收我即个钱教我功夫啦。因为虽然我足好叻，毋过我从来毋知快乐叫做啥，所以用钱要去买快乐。那么即个师傅去的时阵甲伊讲安怎你毋免倒啦，因为要学我即个功夫的上紧爱3个月，才学会成啊。毋过我甲伊看你的性命剩10天尔，剩10天尔，迄无常拢甲你缀伫边随时就甲你调动。所以你毋免倒，哎呀，是讲你还是从这钱分担，看爱食啥，有啥物代志需要做，你赶紧转去处理。师傅无甲伊收遐个钱啦。那么伊转去呢，伊就开始想，惨啊师傅，这伊用咧共款拢足准的呢。我要去学一个功夫师傅，讲我剩10天的时间尔，安尼我要安怎？隔壁庄迄个交我做共款的，咧做建筑的迄个，趁真侪钱前个月转去尔因咧2个囝讲业都为着争财产，业都烧拄呢。我的囝搁细汉呢，我袂使安尼万一等者若真正为着搁分财产，咱2个兄弟我搁安尼业都烧开看要安怎？所以伊迄个时阵开始，本来是足淡生的人足淡生的人所以呢，迄个时阵伊开始开。一直开钱、赢钱出去，对一个桥无好势，伊就摕家己的钱出去叫人赶紧去迄个桥甲铺做落好。对一个路无好势，伊就赶紧拨钱出去，去落迄路甲铺好。对一间玻璃院，咧袂当过，伊就赶紧拨钱去遐。伊就拄好一直赢，将伊的钱赢到剩差不多啥，一栋厝，交1000万，伊的囡仔教育费用安尼就对啦，剩差不多安尼。厝内呢，拢总家己也枵出去啦。有一天，伊当拄好第2天伫咧遐，伊的管家就来讲主人冤家啊，迄个法院来通知我，讲叫你明仔载爱出庭的。伊讲是安怎？伊讲你昨昏叫我去共奖，本人欠你400万，你叫伊去遐共检甲讲，人也无认你，要互安怎拄安怎？人即马法院咧调啦，讲叫你明仔载去，讲无迄无解啊。迄管家讲，他有迄落代志，你着拿去共检了尔，太连你啊，是无解啊。伊讲嘿啦，迄无解啊，迄公迄诉案上诉，赶去甲拆拆倒来，安尼就对，拆注销安尼就对。所以呢，伊就会当做的，逐项拢赶紧做安排。然后伊倒是讲，伊阁有一个兄哥。那么即个兄哥呢，因为因老爸放落来的企业就是建筑，伊的心较宽。所以从因兄哥的头路，伊的工课拢总家己发掘啦。所以兄哥煞趁无着钱啊，2个兄弟相歹，已经歹30年拢无讲话啊。所以而且上早伊阁挂无几工无几工所以赶紧摕一寡钱，要去互兄哥，因为兄哥趁无着钱，生活也无解好，所以伊就摕一寡钱要去互兄哥，甲兄哥维生的。兄哥讲你的身体都无偌好，你毋通安尼，我也无咧甲你计较。兄弟安尼见面迄阵，咱感受着讲，
就对啊，因为有钱吼，若不钱吼，我是啥破人怨呢？所以人拢看着伊拢家己认就对啊吼。所以呢，伊逐工就着讲，哦，原来这吼是我几十年来拢毋捌拄着，吼。好啊好啊，今仔日第10天啊吼，伊已经得着啊，伊就感觉讲，要甲这师傅甲我讲，我会生命剩10天，所以吼，我这10天过了真快乐，伊就到第10天吼的时阵吼，伊就拄仔等，哎呀，袂做工课。今仔日是伊最后一天，伊就摕伫咧遐啊食茶会咯。啊，即个10点、11点、12点，死神太无来甲我拖的，伊就叫因管家讲，啊，你问是有去共规哦，几个啦？咱吼，咱若该来就好来，你毋通共伊讲啊。管家讲有啦，我拢早就甲拍开啊。结果咱才透早伊搁伊个，伊讲我袂行啊，你规是叫人甲我囥来厝里啊。去甲师傅讲，你敢会断门了？啊无我10天啊，我才会无死啊。师傅讲死神吼，还袂离开你个身躯边，吼，啊看有要原谅你无？你如果会当搁活过严寒，那安尼明仔载我就收你做徒弟，哦，你就做欢喜，搁叫人甲转转，搁拄仔等6点、7点、8点、9点、10点、11点、12点，死神搁无来，哦，伊有够欢喜个，伊过当去吼，甲师傅讲，死神要来甲我带呢，师傅啊，安尼你会使收我做徒弟，教我的功夫啊？迄师傅甲伊讲啊，你最近这10天活了哪有快乐？伊讲有啊，伊讲我的功夫拢教互你啊。哦，伊的功夫拢甲教互伊啊。伊讲你过去袂快乐，就是因为你啥为父不仁啊。好野，但是你当生人拢当生就无灵气啊。哦，所以逐个拢足讨厌伊的啊。所以看着伊拢用白白互伊看。所以伊才会体会着讲啥？体会着讲吼，钱若济啊，面就善啊。哦，就会散几形，民心袂向伊。啊，若是哦，财若少的话，人民心会会足，就是讲吼，伊若是会当安尼经讲入着布施，做一个财神人，伊会得足侪人心的，伊会足快乐。所以呢，咱某项呢，最后呢，就咱以这个故事，也就是讲，吼，咱无论做啥物代志，吼，拢以着喜悦的心情来家己接受，吼。那么呢，咱就